在普仔社当中 ，AI 教父黄仁勋就算无用，嘛要亲自落来应接来自故乡台南市参加美国小马级世界青少棒锦标赛的球员，欢喜的含大家合影。翕相了后，黄仁勋近伫总部大厅看球员耍投球，鼓励代表队全力以赴享受比赛过程。伫出国之前，市长黄伟綽嘛致赠纪念品，亲自勉励代表队教练甲球员。体育总会跟在地企业嘛赞助53万的出国经费。暌违很多年，我们台南市的棒球队能够代表国家第一个得到全国冠军，第二个能够代表国家参加小马杯亚太的棒球赛，能够得到亚太区的冠军看到我们同学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练球很辛苦，球艺很精湛，我们充满了信心。经过训练，希望队员会当发挥实力，替国家、替台南市摕得冠军，争取荣耀。台南市代表队的第一场赛事将伫台湾时间8月11日开打，到时欢迎市民朋友帮因加油打气。台湾加油！台南新闻出发采访报道。